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5月6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得胜背后道德灵性的堕落。我们要读士师记18章23到31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：追随其他神明的人招惹无穷的祸患，我绝不参与他们的祭祀，也不祭拜他们的神明。诗篇16篇第4节。在人看似成功的外表之下，什么才是真相呢？今天我们看整个经文，描述但支派看起来好像是成功，他们有没有得胜敌人呢？他们有没有求问上帝呢？他们有没有祭司呢？都有呢。这是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哦。但他们的得胜是趁人之危，是不得着上帝给他们的土地，而去找容易的地去得着。拉邑这个城是个和平安宁的城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他们也是缺乏危机意识，没有防备，因为他们都不跟外人有这样的一个来往。那但族这些人呢，就突然攻击，杀进了城里的居民，并且放火来焚烧城，没有人来救他，因为拉邑离西顿很远。刚才已经提到说，他们也没有跟别人有来往，所以跟别人的关系根本不好。我们看但族人看起来好像有求问上帝哦，透过摩西的孙子利未人约拿单，但根本是个错误的祭司啊，错误的信仰。他不是从正规的制度来立他做祭司，而是米迦说他做祭司，他就做祭司。他们抢走了米迦的神像和圣物，是用强暴和恐吓的方式，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来夺走。这里让我们看到道德的堕落和灵性的堕落。表面看起来他们好像很成功很顺利，但背地里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是失败的。但族人迷失在世俗化的道路当中，他们不懂得回到上帝起初的原点，所以他们求神问卜。他们看看，这也是让我们看看说，我们华人的同胞也是如此哦。遇到一些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赶快去求神问卜，而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做上帝儿女的更要留心哦。这些人不是以色列人吗？是啊，但是当他们远离上帝哦，他们亲近世俗，他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灵性的堕落。所以我们不要学习这个世界，不要学习迦南人，我们要更多的能够学习有关上帝的典章律例，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就是多读上帝的话语，免得我们像但族人一样不认识上帝，离弃上帝，最后你的子孙也会遭受掳掠。少年利未人到最后还把祖先，特别是他的祖父拖下水哦，摩西。从但人的结局来看，离弃上帝的必被上帝来离弃。但人他们不要上帝，他们去杀了安居乐业无忧无虑的百姓，
并绑架了利未祭司口里的神意。没想到最后他们先被杀被掳。在士师记第2章2到3节很清楚的记载，上主的天使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绝不可跟当地的居民缔结任何条约，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可是你们没有照我的话做，你们偏偏做了我不允许的事，所以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往前推进的时候，我不把那地的居民赶走，他们要成为你们的仇敌，他们的神明要诱惑你们陷入罗网。离弃上帝的必被上帝弃绝。因此我们看到但族他在那地方成为先被掳到外邦去的第一个关卡。所以从17到18章，米迦和但族人因为设立偶像敬拜，使得上帝的话实现了。往后以色列人一直陷在罪的网罗当中，如同诗篇16篇的第4节所说，追随其他神明的人招惹无穷的祸患。求上帝来帮助我们，让人看见真正的福气是在上帝里头，不要做一个人看起来很好，我们的灵性在上帝面前却是糟糕透了。我们来默想，但族人以别的神明代替上主，导致他们陷入在罪的网罗当中。弟兄姐妹，这对你我有何提醒呢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，在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人看为的好，看为的成功，而是帮助我们追求你眼中所喜悦的圣洁，你眼中看为好的事物。求上帝来把这样的智慧赏赐给我们，好叫我们知道按着天父上帝的心意来敬拜你，来遵行你的旨意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